再来看卫生福利部将邀请10外艺术工会代表开会，嘛答应讲未来星期3个月得开一届会来沟通。也毋过有工会代表是质疑讲，后一届开会时间总统已经选煞了，部长开的支票敢会改变呢？部长试水完是因讲，你个拨看卖的啊。有人认为讲部长讲唔对话咯，也毋过试水完早起是表示讲，伊只是讲算笑尔。新冠疫情过了后，部分艺术人员不满劳动环境不法离职条，也行就街路争取劳权。卫福部22下昼特别邀请10多个艺术工会团体代表开会，佮做出3个月定期沟通的承诺。也毋过工会代表烦恼，后一摆会期已经是总统大选了后，支票恐惊有变数。想要到卫福部长徐水环回讲，你都看卖啊！我觉得很傻眼。你真的是干化部长，你今天我问你这样的一个状况，你跟我说叫我赌一赌，那我今天是来这里赌博的吗？对此，卫福部长徐水环23在立法院面对媒体追问的时表示，这是半滚酸笑的话。也强调，工会代表提出的防疫奖金无入效，会当随改的处理。也毋过其他涉及跨部会劳权议题，也需要跟劳动部协调。他那时候有一点半开玩笑的这样讲说，3个月你都不一定是当部长啊，他讲这样，所以我才也半开玩笑跟他讲，你要不要赌赌看？卫福部佮表示，与会代表充分反映伫医疗执照上抓看问题，包括职业排班、薪水、奖励金等，提出各项建议事项。未来会请相关业务司署针对各类医术人员面临的劳动条件问题，一一进行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